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20回。我是鸟豆，还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19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按公照去到这个读册会网站，还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19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搁有读册心得的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几项日本媒体有关母语的报道甲评论，作者是坂井先拜，日本共同新闻社的记者。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367页，线顶50期第13页。第二篇是无母语文化的台湾心灵，作者是陈碧秀牧师。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368页，线顶51期第1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夹买，望来参加的人拢会使试看卖。第一篇，咱来先读白话字敢好？无人反对吼。好。这篇文章因为伊要分段，伊就较歹分。其实伊是有3大项，伊3项内底，伊逐项拢各有即个作者相介的评论，所以伊要分细段就较歹分，咱就用较大段的安尼来分安尼。好，安尼我读第一趴哦。嘿，看你要读到倒拢会使，若会使就上无你敢会使读到迄个第一项，上无到相介评论进前安尼。敢会使？好 ，OK， 来哦。感谢陈老好。好，我开始。几项日本媒体有关母语的报道甲评论。最近日本的报纸刊载一寡真趣味的代志。第一，南非共和国总统曼德拉批评别人霸占媒体。根据日本每日新闻，你才念好啊！每日新闻11月22号的国际版，曼德拉批评别人记者会讲，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啊！恁别人已经失去权力，恁应该赶紧承认这款事实。别人记者甲曼德拉问讲，为什么拒绝别人记者的采访？曼德拉应讲，别人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袂阁再来啦。我所参加的会，拢无别人，嘛是当然的代志。黑人因为伫久长的期间无享受教育，所以伫媒体界中间优源真少。毋过，我希望有一日黑人会占多数，代表咱国家的意见。我需要讨论的对象应该是黑人，毋是恁白人。好，我读到这。感谢陈老读的这趴，大家讲有啥物问题？好，若无就是咱陈老读了真好，若无就刷落去读哦。相介的评论，敢有啥物来读？我来试看卖。好，感谢安公姐。相介伊的评论，咱甲白人换做外省啊，黑人换做台湾人，安尼南非甲台湾的情况就真接近啦，咯。即马伫台湾，因为继续实施北京国语教育，所以台湾本地人真做是新闻记者也是学者，嘛是真困难的代志。毋过，我嘛希望有一日台湾本土语言真做
教育甲官方的语言，台湾人真正的声音会伫文字媒体顶悬出来。以上。感谢安公姐，安公姐有甲咱读个一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迄个北京话应该改做外国语，即句你若讲这甲换做外国语，随一堆人随跳起。中国话人有多人无啥会介意啊。啊。拄啊第一趴遐，就是迄是过去啊，还是过去啊367页正评顶悬算来第4纸，应该是过去。过去安尼，过去啊安尼吼，好，就是啊。无啦，过去啦，过去，因为爱变调。过去啊！你若过去吼，过去应该是爱练迄个轻声符，啊伊迄毋是轻声符啊，所以过爱第3条爱读第2条过去。感谢梁姐。敢若有2位咧，迄个367页倒边上下骹迄纸遐嘛有一个，所以迄2个是拢共款的意思，共款的念法啦。迄个连轻声符号是伫去的后壁，所以应该是过去啦。应该我读应该是读安尼。啊无就是迄个轻声符号照讲嘛会使，若是刷去的头前，都佫无共款对无？安尼就变过去啊，过去啦。哦，系啊，我是看迄个连字符来读嘿。好，所以我就毋知影，都毋知影那边到底是伊这安那念较顺，好多谢。还是要下笔有来，我要问一下下笔有安尼读有敢有，就是放头前甲放后壁敢有差别？伊迄个367啊正边迄算来第4纸，伊迄个无轻声符号，伊敢若过去尔。迄个头前即个甲有一个轻声符号，无共款诶。歹势，咱即摆咧讲叨位？伊即摆讲第几纸？367页诶倒边上下骹迄排。迄个相连位应该伫过后壁，所以应该读做过去啦。感谢迄笔感谢阿秋的问题。第2个大项来咱生活阿莲娜读。大家好，我阿莲娜，感谢小加牛蛙，因为我第三部分无啥练着。好，安尼我即马开始练迄个即趴。第2，以色列国会承认阿拉伯语伫国会内面自由使用。日本毎日新聞伫12月13號13報道是講，以色列國會這裡我不要念，第12號解禁 Palestine 系統的人伫國會內底發言的時會使使用阿拉伯語，這是對應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議員的要求的。巴勒斯坦人所成立的Arab 民主黨佇這3個月佇國會內底用阿拉伯話演講，佮家己來翻譯做希伯來語。以色列的國語，民主黨主席最近主張以色列的公共語言有3個，就是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英語啦。今仔是和平和解的時代，國會應該承認阿拉伯語的自由使用。國會議長嘛擁立主席的建議，要叫人同步翻譯阿拉伯語做希伯來語，因為猶太人中間嘛有聽無阿拉伯語的人。民主黨主席甲每日新聞安尼解說，對阮的要求有一寡袂超過的猶太人反對。我希望有一日翻譯人員無需要猶太人着愛學阿拉伯語。到這多謝。感謝阿蓮啊，實在足厲害哦！你真正誒，為什麼是昨昏仔無聽到你讀冊？即擺白話字讀甲遮好。我著逐工去用掠漏啊。安尼讚。阿蓮啊，讀誒即趴
伊有一两个词，毋知影要安怎读，敢有啥当来？敢若是位下骹算起来第三蛇，应该迄个极右派啊，极右派、极右派。敢搁有367啊，正平算起来第二趴声音，这是毋是无合音？声音，这两个我拢有查着，毋过就是一寡白话字的文章，我有看到有人写有合喙，有人写无合喙安尼。有合喙的，感觉足奇怪呢。台语伊是收无合喙，其实是无合喙的较济呢。毋过我查的是汉字，我是用汉字去查无合喙较济。甘字典嘛有收有合顿的啊。有吼。系啊。就是用罗马语去查嘛，是有查到伊讲的意思啦，嘛毋知影倒一个较对安尼。毋过台语伊都是有收无合喙的。敢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阿莲啊，读个即趴，请问啊，落尾一趴第一个字国会，伊遮敢是字写毋对，还是伊遮写做国会？其实即篇文章有几个所在，我拢发现讲伊的调号可能有淡薄仔毋对。我讲毋对，调号，好，感谢调号。多谢。安尼我阁想要问，就是后壁迄个容纳，迄是啥物意思啊？议长嘛，容纳接纳的意思。好，多谢。嘛应该嘛是讲接受啦，嘛是。接受的。感谢小嘉，感谢阿芬，多谢。歹势，我补充者，迄个拄则咧讲迄个声音。咧现书典的时阵，爱看书去看迄个音要安怎读较对。那就是讲，莫干那看古字汉字，因为迄毋是书的概念。就算甘字典有收汉字有迄个音嘛，无的确就是迄个书的时阵，就是读个音。好，感谢海米，敢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无咱刷落去，大家伊的评论，第二趴这边。敢有啥物来读？小嘉，感谢小嘉。大家伊的评论 ，sorry， 我上有注意的代志，毋是新任上语，就是叫翻译人员担任翻译迄个事实。伫台湾有一寡外省人反对台湾本土语言，正做官方语言，因安尼讲，台湾是多语社会，真侪的语言拢正做官方语言话足麻烦。毋过，迄款的中国人的想法是真落伍的啦。荷兰人讲荷兰话，同步即时翻译做客家话甲阿美斯语，客家人讲客家话。同步翻译做荷兰话甲阿美斯语，上少是立法院内底安尼创就好啊。技术上拢无问题。台湾迄款比 Israel 较有钱的国家，哪会无法度？以上。感谢小嘉读一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吼。安尼小嘉，感谢大家。表示你读了真好。阿秋请讲。就是伊迄个有一个问题是伊迄个上尾第二段迄讲台湾迄款比以色列较有钱。即种就是讲即种的念起来敢若什么台湾迄款，即敢若怪怪，就是伊的迄个排列敢若我感觉怪怪，我毋知影别人感觉有感觉无？你发是毋是？什么台湾迄款，毋知影敢若小看怪。伊是毋是迄个作者是毋是加起来做？因为伊毋是台湾人啊，对无？伊是外国人哦。伊是日本人。伊是日本啊。台湾即款，台湾迄款，毋知无问题。感谢阿秋，感谢良知。敢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无第三趴，敢有啥要来读？有人请麦？我不是这是别他牙签吗？不知道牙手哦，手机遐敢有一个爱心有无？你爱心刺落去，迄正边遐有一支手。对，多谢。等先请讲。会当说来读无？会使。
欢迎欢迎。这个嘛咧，没关系。感谢感谢。爱尔兰电视推动加力鼓运动。日本読売新聞中白新聞第11月13介紹英國 Economist 11月初期的報道，在愛爾蘭最近開始放送的新的電視台愛爾蘭 TV 大部分用加力去放送，所以愛爾蘭居然民族主義者真歡喜。到當愛爾蘭的官方電視台大部分都用英語咧播送。伫北部愛爾蘭主要是伫英國的殖民地統治的卡 BBC 用加力克來放送嘛是真稀罕的代志。毋過愛爾蘭 TV 的電視連續劇節目歐洲舊的傳播大部分是用加力，更較重要的代志是，安尼新的電視台所期待的聽眾，毋是悠閒保存無記的莊卡人，受高等教育的大都市的市民，英國化的知識分子，最近伫 Dublin 的大都市。期待囡仔會當享受國際教育的家長愈來愈多。佇歐洲各所在，過去互大國壓迫的小的民族，今仔真認真地保存因家己的文化，咱因估計可能是無法度完全克服英語的自卑。毋過加力克應該會當閣活起來，保存落去。感謝。感謝陳先生，讀了真好。但君葉先生，陳先生甲咱讀了這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討論？小可有舉手。我補充一個字，拄則陳先生敢若談到啊，就是你讀的頭一趴上尾啊，遐算起來第二紙上尾迄兩字，迄是骹球。就是足球啦，骹球，拄則敢若毋是讀骹球，我袂記你讀啥。啊，閣有上尾啊，迄趴落尾算起來第二紙中迄個字是支配，這兩字以上。我閣補充兩個吼，佇第二段甲單迄段吼，第三紙英國殖民地統治下骹，即下骹毋是下骹。佇歐洲這段吼，佇歐洲各所在過去互大國壓迫的小的民族，你較拄啊，敢若讀民族的款，以上。感謝兩字吼。阿秋請講。我要請問拄啊念的第尾啊算來就是第三趴上尾第二紙伊寫享受哦。享受。啊，若享受會使無？還是安怎？我捌聽過人講享受攏有聽過，毋過因為伊遮是寫享受。兩種攏會使。好，多謝。我是講我有聽過人講享受，遮是寫享受，兩種倒一種。確定我嘛毋知影，毋過我是兩種攏有聽過，毋知影大家意見。我補充拄則迄字吼，享受甲享受。書典內底是台字有收享受啦，享受是台華甲教育部，互大家參考一下以上。感謝小家。若台字有，咱就盡量用台字的安尼。這趴大家感覺有啥物所在要討論？若無咱感謝陳先生沙家伊的評論。敢有啥物來讀？譬如你有業麥，你是毋是要來試看麥？好啊，安尼我來讀。感謝。早開的評論對即馬的愛爾蘭人來講，加力毋是武器。愛爾蘭人中間會曉講加力，講甲真練轉的人，敢若5%爾。剩的人的武器變做英語。毋過愛爾蘭人佇迄款足困難的情況之下，有願追求恢復因祖先的母語，顛倒是台灣人因保存母語的條件甲情況比愛爾蘭人加真好。毋過還未覺醒母語
的重要性真可惜。萨卡托鲁伫日本大阪。感谢朋友，朋友读了真顺，真好。多谢。大家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敢有无哈？佮感谢咱朋友。这篇读了，大家敢有啥物感想？阿秋请讲。请问伊这讲啥物隔离课吼？嘿，伊是就是因因的话哦。嘿，算因的母语安尼。好，多谢。敢阁有？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人当真有去过爱尔兰我有听讲因就是学校拢规定爱教迄个 Gaelic，包括讲考大学拢是一定爱考这个科目，所以我感觉因至少因的保存母语有为制度方面来去做安尼，我感觉台湾应该爱像安尼。感谢朋友的分享。敢阁有人？阿秋请讲。我嘛是赞成咱政府应该较积极的，上无认证啊。像讲甲机关啊，一寡头路，公家的头路，就是也是像咱较会去接触到遐职业，也是讲所在啊，伊会使看倒一区伊爱有啥物倒一种的咱本土语言的认证，甲会使去，就是要去食迄个头路，就是爱有这个认证。感觉应该爱去甲要求政府去安尼做。那是真万有安尼一工啦。进前其实咱嘛有讲着讲，希望政府即马嘛敢若无咧做。你看这是强要30当前的文章啊，着嘛是安尼讲着。毋过咱即马的状况着无加较好，咱会当去要求啦。尤其是即马要选举啊，会当尽量去要求啊，看会当争取啥物资源，着应该爱争取。我感觉咱台语资源真正伤过少啊！伊对咱台语实在是伤过酷啊！摕到啥物资源，就摕到啥物资源咯。梁志请讲。迄个目前养鱼的伤济啦，养鱼的人伤济。我伫别个群组内底因咧是准备要考教育部认证的群组，内底有人讲认证有2种，一种是成大，一种是教育部。成大的认证，若会晓讲台语的就会过。教育部的认证会晓教，才会过。听的，我感觉用要配合。就足安尼，就是因为安尼也搁咧养鱼啊。我要去。养鱼是啥物意思啊？头王啊，养鱼做迄个预防社后的种养鱼。感谢咱咯，感谢刘志。成大考试甲教育部的考试，迄是无共的啊。虽然我毋捌去考过，毋过我捌听人讲过，就是教育部的考出来白话字毋捌啦。你连字母都毋捌，就敢若讲你补某袂晓，你要教囡仔讲字安怎读，实在是足好笑呀。感觉有啥物分享？请迄边讲。咱养鱼毋是敢若头讲尔，就是迄是一种病，可能就是会昏倒，还是讲会喙齿会夹住安尼，可能会补喙烂是啥？迄款的病症。羊癫痫迄款的哦。嘿啦，我都无爱讲中国话。歹势。有人叫猪母癫啦。猪母癫哦，安怎写？猪母癫。可能像猪母咧，毋知伫遐咧癫咧起笑是嘛？我毋知，因为我毋捌看过猪母安尼。了解。狗嘛会哦。嘿，阮兜的狗11岁开始发作，可能是着什么刺激。阿莲啊。等者，我头拄听迄个杨志兄安尼讲，我突然间想要来甲迄个杨志兄黑白印一句诶。我拄仔想着，我行袂记，我爱紧举手讲，无我会袂记。好，我要讲诶，即句叫做“会食袂晓放，就毋通食；会教袂晓讲，就毋通教。”好，结束。真趣味。感谢阿莲啊。好，安尼咱来读第2篇哦。敢有啥物想来读？无我点名哦，阿明。嘿。你敢有方便？有。啥？根据台大教授黄宣范伫语言族群社会一本册内面的资料，日本统治台湾50冬了后，台北市内驻村期间有在讲台语的有30%。经过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50冬以后，驻村中间有在讲台语的剩无3%。
这两个外来政权来拢彻底实行国语政策，这毋是偶然，是因调工设计的语言屠杀政策，要来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互市民者会当达成少数统治的目的。到当原住民语已经互因消灭到强要无去啊，客话、葫芦话，若无赶紧立法保护，免阁几当嘛是拖袂出去，互国语灭种去的命运。保持丧失家庭天伦之乐，民族自尊心嘛丧失，看见家己爸母的文化，颠倒去认同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来压迫咱的外来语言甲文化。市民者的法统像中正死几6冬啊，嘛也阁有一寡真在做白的孝子三不五时，就去自我拜祖来维持政权的正当性。以上。感谢阿扁。阿扁甲咱读的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敢有？第2趴，这两个外来政权这个同学无？这毋是啥物人袂晓读，敢有人会晓读？是毋是5人啊？安尼敢对？听起来是对诶。代志有收即字以上。感谢小甲。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用来自原住民对无？我今仔日去在看迄个 U12、U12的迄个野球，囡仔咧讲野球，内底迄个伊咧主播讲，今仔日是原住民日，8月7日是原住民日。咱台湾人日毋知当时吼。逐工拢是啊，逐工拢是好，安尼嘛会使。我是感觉讲，若是要庆祝原住民日，咱应该是有足侪无共日才无，就是无共工才对吧？就是每一族拢是有家己的文化，你用这种统一起来安怎讲？就是哪咧炒迄个啥煮汤，还是要创啥迄种杂菜汤？做一鼎安尼，我感觉这真正嘛是做迄落，嘿啊！若是真正要庆祝原住民日，要是安怎？所有台湾人袂使共一工，对无？毋管你是要迄落啥，迄个国庆日，还是啥，都是其实这会使啊。另外迄个，若是要庆祝原住民的即个每一族，还是讲要原住民的即个啥地位，甲伊提升甲其他的族群共款，其实你都爱尊重每一族有无共的文化，用这种全部拢合做一鼎安尼去煮汤，我感觉这种方式真正就毋通的。感谢咱咯，好来阿秋请讲。我是讲，伊要有一个疑问，就是所讲的原住民，平埔族有算原住民无？若甲平埔族，就是讲祖先伊可能像讲。我的祖先可能有真侪种，其中可能嘛有原住民，嘛有平埔族，也是都是真侪种，不过有日本人，安尼有，安尼是我嘛用你算原住民。毋知有人去验过无？我有去验嘛。你有去验无？我就是去验，才知影还有原住民啊，还有日本人。安尼吼，我毋敢讲，安尼到底我是要算，我会用算原住民无？你会当算台湾人啊？对啊，就是讲因为内底嘛有原住民啊。原住民内底可能伊嘛有，像讲有诶原住民，因老爸可能就是中国迄边过来诶人啊，伊嘛好做原住民。若安尼，我只要有头着拢算啊。安尼阿舅，你考试有加分哦？无啦，阮迄是去验出来，阮迄个户籍内底都无啊，户籍成本内底都无啊，迄是去迄个林玛丽因迄个基金会遐验诶。咱台湾人建国了，咱拢是台湾人。上无咱是台语人啊，安尼继续来第4趴，有啥物来读？安尼啦，感谢。好，安尼我来念第4趴。台湾人的心灵经过即种外来政权、国语政策长期的洗脑，产生严重的扭曲。伫外来国语文化高压统治下，台湾人毋敢使用家己的母语，毋敢照心内的意思讲话。但即马政治上有形的压制无去啊，毋过长期白色恐怖的镜像掺入去咱心灵上深的部分，不知不觉咧监视咱、限制咱特殊台湾文化，也行袂出中国殖民国语文化的阴影。咱台湾人的心灵带着
长期性的中国病，三不五时就走出来在作怪。咱的作家平时台语讲着出笑目笑，也必须甲因的感情甲思想写出来的时，迄个秘伫心灵内底的中国阴影就走出来控制因的思想，结局是台语变中文。咱的政治甲竞选的时，用台语甲咱扣票。当选了后，去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迄个秘伫心灵底层的中国阴影嘛是搁走出来，字就开始卷起来，袂记得因是啥人加选的，搁较可能的是一寡台湾籍的中国文人，因若无承认家己是母语的文盲，等倒去帮忙中国文化实民主义来打压家己父母的文化的发展。先到这，多谢。感谢阿莲啊。阿莲啊，甲咱读个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啥物技术要讨论？敢有？阿秋请讲。迄个上尾算来第六抓迄甲咱邮票，伊是个伊毋是科，迄个顶头算来第四抓迄个，迄是毋是唱入去咱？因为唱味啊，唱水味啊，迄是毋迄是毋念唱哈？安尼是毋爱共款念唱？即个汉字吼，我去查伊有足侪音呢，嘛有唱即个音。佫有啥物其他的音？我会记有脏，佫有尖。拄仔是念尖哦，就是讲拄仔阿莲是念尖，我袂记伊念啥。歹势，恁即摆是讲倒一字？就是第四抓迄个潜入啊。我就讲潜入去，台语有唱啦，毋过看古字其实有足侪发音，毋过看意思是唱，佫有我会记得有人甲我讲过装嘛，敢若会使，毋过无看到装呢。我感觉即是咧即边吼，可能读唱会较适当啦。嘿啊，因为迄个解说就是讲唱就是秘入去水内底嘛，我感觉最有迄款感觉，就是伊唱伫内底安尼。家己秘起来，唱即个词的解说都有这两个款意思，安尼，所以我感觉可能读唱。进前敢是咧阿华西的节目，毋讲唱水味有无？唱水就是迄个动作就是这啊，应该是用唱啊。毋过汉字就免较计较啊，汉字凊彩啊，重点是台语念起来啊，意思好安尼。好，赞成。感谢大家。感谢丹老，感谢秋，感谢梁子。搁等一个时候来讨论一下，迄个华语讲的潜水艇要安怎讲？因进前是节目迄阿勇甲阿华西，因是讲唱水男，其他人有会当发明啊，家己发明看卖，大家讨论看有合理无？我以水感，搁我听到人讲，迄是念男，唱水男，军男嘛吼。军男。阮遮哪拢听到军感哈，听到人讲军男。毋过你若查书典，就是男哦。伊无感即个音哦。无是军男。哟，阮奇怪好，多谢。来，迄个掠包一个，迄个阿莲仔讲的第一段吼，伊较多念中期的洗脑，吼，过来迄个较多讲迄个唱入咱心灵遐下骹迄段，地数台湾。即个伊较多我咧听的时阵，伊敢若有念缩音，即个应该是无缩音。地数过来加卡一撮两撮，伊三不五时嘛，伊咧那念三不五时，即应该是念我会读三不五时三，好，以上。感谢梁子。我回应一下梁子讲的迄个长期、中期啊，其实即两个音台语拢有收啦。我平常时咧讲的，较梁子共款，我会讲长期啊，所以当阿莲读中期，我去查书典，较发现台语其实有收的。以上分享。感谢公教。第五趴，敢有啥物来读？丹老野手。我来读。现代文明的进步，第一明显的所在，是人类心灵的空前发达，导做一个人的理性甲良心所
会了解的真善美，人人拢有一致的共识，这叫做成熟的现代心灵 （Spirit Come of Age）。台湾伫中国文化甲政治靠好的教育下，一般人尤其是掌权的政治家，连最基本的基本人权嘛毋知，要安怎做一个现代人呢？最近台南县文化中心1996年出版的陈雷台语文学选集伫李石头的古怪病迄篇小说内，虽然经过原作者3-4摆的校对，但是最后出版的是册内所有影写蒋介石的人名甲地名，拢经过编辑的乌手甲因乱改，改甲不得不起，面目全非。详细请读李石头的古怪病的古怪病迄篇文章，这敢是咱台湾人伫中国病还未完全医好，迄个美伫咱心灵底层的中国阴影，伫台湾人要出头天的时，搁走出来在作怪。检采编辑出版的人认为因出钱就有权利甲人乱改内容，毋知这是侵犯着最基本的作者人权。因遐的人的心也互蒋家统治时代白色恐怖的阴影占领的，非常可怜。这反映出台湾人，包括知识分子，甚至所谓台湾文化的工作者，因的心灵离开现代文明的标准真远。好，我先读到这。感谢陈罗。陈罗他即拍大家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即拍的同尾因的心灵离开咗，这就变掉离开现代文明嘿。搁迄个顶悬三蛇，这应该是涨价应该是爱读轻声，较下台湾味。嘿，搁迄个形色，这个足奇怪，大家想看有啥物人讲到以上？普通讲话无安尼讲对吧？系啊。敢有啥物事会当替换？想无？我头拄想着，无就直接改成暗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若无咱继续读。讲人。是嘞。你好。歹势，你临时甲你。李炳宪。李炳宪歹势。你好。迄影射迄字，咱一般讲话是毋是讲伊个其实伊安尼讲话，其实咧甲假嘿，咱安尼讲敢会较符合咱一般讲话的讲法。影射甲假，敢若我感觉敢若无啥相像呢。假是毋是是较长明的讲刺激？迄种暗中讲偷讲口舌。假敢若有淡薄仔口舌迄个意思。伊只影射敢若是伊个我感觉种的比喻嘛，系啊，表面上讲 A， 实际上是咧讲 B。这个感觉着。想着啦，经体啦，经体册内底所经体蒋介石的人名甲地名的时阵，该用经体。口舌。经体敢有相像？对个。两字，你感觉咧？我感觉经体的语境可能会较下。好，安尼，感谢咱咯，感谢两字感谢。讲迄个华语讲的，先总统蒋公对无？咱就先总统蒋公公安尼啊。好，安尼，抓落去读，讲人要来即看卖。即篇内底有一个迄个系哦，我看你敢读的。你要甲我包就对啊。好，来，互你啊。台湾政府最近因为连续凶恶案件拢无法度破案，造成社会民心不满，结局宣布2种方案。第一是划出治乱世用重点，意思是讲，若互我掠着，你就随死。第二是讲要设立所谓指纹银行，讲要互全国每人的手纹拢留伫电脑做资料。讲即回政府毋拿民意司法机构当作存在。根本就是一种非常幼稚、肤浅的怀霸的权威，是另外一种心灵动误的病症。现代文明国家无一国的政府会强迫人民改手纹做记号，改手纹是限定对付罪犯
新移民人士分望而已。手文是一个人上基本的稳输权，一个人的指纹是伊上基本的人权，只有伊甲上帝才有知影的权利，绝对毋是毋知啥物是基本人权的台湾政客所体会会到的境界。指纹毋是政客一句话就可以侵犯做一个人的最后的尊严。以上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迄个汉啊，第一个是汉出用汉，好汉汉 HAN 就对啊。嘿，汉啊，过来介数文是啥？你较大哪念？介手文。介手文吼，即个介应该是看是要用迄个砍指无、缀指无、缀指无还是刺指无指纹？嘿啊，你用砍是较嘿，要怎砍？介诶，我是介。啊，无用刺啊，刺指纹啊。用长的敢会使？长哦，长指无，长哦。我是想长手印，缀手印，缀会使啦，对，哦，缀会使啦，刺会使啦，砍较无下意。歹势，就是我会当问一下，迄个地是安怎写？白话字安怎写 ？TEH，OK 哦，多谢。感觉有，好无？无咱继续。剩的其实这三趴无济，咱一个人来读就好。敢有人好，感谢阿秋。多谢。台湾人的心灵因为无舞台文化的保护，所以变甲非常脆弱，非常无安定。台湾人的心灵本来是世间种族非常丰富、敏感、优秀的一种，但是受中国的法统、道统迫害50冬了后，沦落做世间的三等国民。这点大部分受国民党教育的人差不多拢袂自觉。好佳在台湾民族有真强的汉字毋惊落土烂的精神，每一处受吞大，每一处都搁不艺发现，亲像火烧山过的台湾百合花，继续要开花，将纯真的海岛文化甲语言，甲因传落去，要救台湾人的心灵，要叫醒台湾人的灵魂，要互台湾人现代化，绝对毋通听政客伫喊口号。只有一条路，咱人徛起来，用清气的心，衷心做台湾人，言行举止拢用上光明、上善良、上尊贵的台湾舞台文化做基础，来重建台湾心灵的现代化。多谢。感谢阿秋。阿秋甲咱读的这，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迄个台湾人的心灵这段的第二段非常丰富，这个丰富敢有算话？这个咱若甲换做澎湃，敢会？我感觉澎湃真水。澎湃吼。不过丰富代志是有收的哦。丰富收吼，好了解。过来就是过来好佳在这段第三段，甲伊传落去，传落去，传落去，传啊，传团，吼，传团。头前后壁是团，头前用糖啊。感谢两字，感觉有好，那无咱这篇嘛读了啊，大家对这篇文章敢有啥物感想？敢有啥物想法要发表？那无其实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是台湾通信读册会第20回啊，到今仔日5月3月21号开始，到今仔日差不多有4个月，超过4个月啊。今仔日是20回。所以想要请教大家，对台湾通信读册会这个 space， 大家敢有啥物意见，还是讲看法，还是讲你认为阮可会当换啥物方式？敢有？我感觉就是这读册会真重要，主要安怎讲就是因为我进前一开始的时候，我嘛是就认真咧对读册会，毋过尾后一段时间无对吼，就是感觉讲一段时间无对大家安尼读册，就是讲台语哦，口水这种讲的这个能力有退步真紧。因为我
我无教阮爸爸妈妈大嘛，所以就是而且阮爸爸妈妈我转去找因的时阵，伊嘛无讲台语，所以变做讲我家己爱去找台语讲台语的环境，我逐工就是爱家己找讲台语的环境，若是无对读册会，我的迄个讲台语的迄种语速，对，降足紧的。我的头壳内底迄种用台语去思考的迄个速度嘛会变退步足紧，一两工就感觉就差足济啊。所以我感觉就是逐工拢爱有一个机会，甲无共款、无共所在来讲讲台语的人做伙来读台语的册，我感觉是足重要的。好，以上。感谢陈老。我阁有一个要交大家分享一个吼，像咱咧读的时阵吼，咱咧读的时阵，咱拢会一字安尼去念嘛吼。我只会建议大家吼，无论是要读汉罗兰还是全白话字吼，我会感觉咱一句一句念无要紧，你着先甲即句自头到尾先看过了后，吼，伫心内底念一个，再念出嘴安尼像迄个变调的时阵，咱会较会准啦。然后有一寡字词，可能你若安尼顶的前后文拢有去消化过遍，念出来嘛较会满意。嘿啊，这是我读的心得，甲交大家分享一下。嘿啊，毋免讲我一定要拼甲足紧，还是安尼要念甲足顺安尼。一开始的时阵一定是无法度的。咱总是咱咧讲话，就是阮咧为音节甲词嘛，词了就是一句，嘿啊，一句了才是一段底文，拢有一个顺序啦，嘿啊，莫想讲有的人读甲足顺的，我想要教伊共款，迄拢是一个拢爱经过一个过程安尼啦，嘿啊。真感谢梁子的分享。梁子讲，我补充一下，我提供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咱捌字的速度无紧啊，所以台语内底有一个足麻烦的所在，就是迄个前后句话，你可能要规看了变调，才念会正确。可能有的人无法度像规句话读了，再搁落坐，搁去读一摆。就是你若咧读，可能读到后壁，感觉头前读毋对啊，其实你会使搁重读一摆。我是感觉安尼无要紧，就毋免讲一定爱，就是我读过，我就会使搁重读安尼。就是因为咱定可能看伫后壁，才发现讲头前应该倒位爱变调，是倒位莫变调。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啦，就是你若读到后壁，你也感觉头前读毋对，你会使搁去句搁重读一摆，无要紧。感谢海比，感觉有，我感觉梁子甲海比讲的拢真好。阿秋请讲。拄海比讲的，我敢若有看到迄落人讲迄落考台，是毋是考台语认证即种？伊若要，就像讲你头仔感觉即句念了无顺，会用搁念一改。伊敢若讲伊若只要你念着，不管你头前念毋着，毋过安尼嘛用算正确。台语认证这我毋知影呢。我是毋知看到啥，伊就安尼讲，就是头前毋对无算就对啊，只要你后壁念对就算对安尼。我袂记是毋是台语认证。我补充者，我先声明，我无讲我有去改。迄个就是我感觉你若后壁有讲正确，上无改的人会知影讲你知影你讲毋对。你若拢无讲，人就一定就甲你讲，你就是要晓。安尼分数一定定着水平。迄个你阁有修改过，阁较低，所以当然你若随便你会讲头前讲毋对啊，你个上无你个赶紧甲纠正转来，上无会评你讲毋对较好。感谢海比，感谢阿秋的问题，感觉有，阿秋怎讲？拄迄个是单路伊伫讲伊无平常生活无人甲伊讲台语，我伫想一个问题，就讲，总若讲别人无甲你讲，毋过你讲台语，你家己会感觉怪怪无？像陈明仁老师伊就是讲，我顶下听伊演讲，伊就讲，伊开始要讲，就是讲伊决定讲要讲台语的时，伊讲不管别人讲啥，伊就是伊袂去干涉别人，袂使。嘛是爱，就是袂叫别人爱甲伊讲共款台语，毋过伊家己就是要讲台语，所以我伫想讲，总若无人甲你讲的是，无人甲你讲台语，你
你敢会就是讲你的台语，不管伊讲什么话安尼？对啊，你就是我即马就是出去外口，我拢会尽量拢讲台语啊。像前几啊工我就嘛是参加一个活动，算是迄个啥NGO 的活动啦。就是讲其实因迄个啥，伫迄个活动内底，有一部分是要做迄个算是自我介绍啦。我就是全部拢用台语。迄个啥，落尾就是有一个老师嘛是咧上课时就问讲，恁敢听有台语？听无的人敢会当举手者，互大家知影，伊才会当迄个啥翻译嘛。无一个人举手，表示讲其实因拢听有，而且我们中嘛知影讲，就是迄个活动内底一半以上的人是为南部来，就是毋是台北人，所以毋过其实规个过程当中，就干那我一个人全部拢用台语，其他的人。就是规个课程、规工的时间，全部拢是用华语咧讨论代志，所以就是我想讲，伫迄个过程当中，我是感觉有淡薄仔寂寞，就是想讲寂寞啦，毋是寂寞，就是寂寞。就是毋过我嘛是尽量拢讲台语，只是讲甲别人咧讲话的时阵，伊若是全部拢用华语甲我讲的时阵，我就会有小可会感觉稀微安尼啦，对啊。除了这就是我其实去外口买物件买便当买物件买纳钱的时阵，其实我尽量嘛拢是用台语咧讲啦。毋过但不时会常袂记，对啊，就是差不多这个状况。感谢阿秋，感谢陈露，这个读册会。阿莲想讲，歹势，我今仔写白话字有遇到问题，敢有方便直接？请讲。就是我今仔有写到一句讲，咧休假的款。我咧写休假的时阵，迄个假是写第二条。但是迄个歌王又来甲我抓漏，伊讲迄字应该是爱写成第三条。我就伫遐啥拢无，就是讲，就是若是第三条是毋是休假？嘿，所以我就伫遐，就是伫遐啥拢无安尼，毋知影敢有人会当甲我解说，还是讲其实我就是硬，就是讲应该就是讲伊这个字就是安尼写硬背落来。因为我去查书顶是，我查无休假，毋过我查放假，毋过放假甲放假拢有收，嘿。所以想讲来问一个以上，这个问题阮之前有讨论过，其实就是因为有足侪音嘛，咱已经关系拢互华语牵起啊。我会记得这个就是其实咱都应该读放假，就是应该是第三条安尼，就是因为大家拢可能拢会有一寡音拢会读毋对去，亲像网络大家拢会读网络安尼，放假。假日安尼，就查书顶，你若看台字，你嘛会当看讲迄字是为倒来，是为日语来，还是汉文转读，还是讲古早人就会讲的啊？若讲迄个字台字无收，敢若较后壁，1949年以后的书顶才有收的，可能就爱斟酌一下。当然，毋是每一个字拢是安尼啦，毋过我会记得假即个字就是第三条。好，歹势安尼，我为着我加深我迄个记忆吼，所以我若是写即句话，应该是爱念成咧放假的款，敢是安尼？好，感谢。好，今仔日时间差不多啊，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读册会。咱读册会已经20岁啊，我真紧讲过去，就是若是会当，阮会继续一直做落去。咱读册会大摆读文章讨论语序，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互大家了解。请用台文写心得，用罗马字还是汉语拢会使。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俗谚甲倒数的台语车帮，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咱看影片，咱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后礼拜一再会。多谢，拜拜，拜拜，晚安。晚安。